微故事，不說謊嘅豬，作者東加豆。琪琪、皮皮、花花都係新嚟到呢個豬場，新環境、新規矩，豬豬都明白。每日都要輪班做嘢，要清理飼料兜、清潔豬屋同更換垃圾袋，要將飼料放喺豬屋，確保每隻豬都有足夠嘅食物，確保所有豬安全健康。所以要監視豬場工作，幫其他豬做田間工作、種植作物或者收割農作物等等。琪琪同花花準備好晒，寫低一頁頁工作清單。